童藝術節今年7月至8月又嚟啦！耶！呢一系列合家歡活動啟發孩子們對藝術同世界嘅探索精神。舞台演出目不暇給，銀幕光影魅力四射，藝術體驗樂趣無窮。誠邀各位大小朋友喺呢個盛夏一同擁抱藝術。捷克布爾諾國家劇院芭蕾舞團以曼妙嘅舞姿，生動刻畫出灰姑娘同王子嘅夢幻故事《仙履奇緣》。觀眾能夠親身見證呢一場美麗嘅相遇，都好幸福㗎。經典滿載嘅迪士尼魔法盒子正等住我哋打開。呢場中國首演嘅音樂劇匯集咗耳熟能詳嘅迪士尼樂曲、華麗嘅舞蹈、精湛嘅木偶戲同震撼嘅視覺效果，讓我哋喺呢場視聽盛宴入面揾翻純真同夢想。本地劇團滾動廢女另類劇場同中國金牌編劇余榮君攜手創製暖心劇作《蟲蟲的倉鼠》。小倉鼠將引領觀眾開展一場探索愛同放下嘅成長之旅。斯拉法的夏雪秀再遇歸來，一眾小丑喺炎炎夏日創造出冬日奇幻世界，將悲喜交集嘅人生故事呈現喺舞台，令小朋友着迷之餘，亦療癒住你同我嘅心靈。喂！你有冇試過夜晚好精神唔想瞓覺啊？有啊，我個腦會想象出好多好玩嘅嘢同埋好有趣嘅嘢。韓國不察劇團嘅波力波拉會將空洞洞嘅睡房變為魔幻嘅森林、咆哮嘅大海、金色嘅沙漠等，加上現場樂隊同動畫投影，營造一個新奇刺激嘅夢境劇場。好得意喎！咁我哋一齊嚟一場超現實嘅探險啦！我可以幻想自己成為太空人，探索浩瀚宇宙嘅神秘嗎？我諗你會中意由大船文化創作嘅《宇宙的奧秘：宇航員的一天》，演出糅合音樂、戲劇同多媒體效果，為觀眾打造出獨特嘅遨遊星際體驗，更喺不知不覺間豐富咗太空知識。咁有咩節目可以俾 BB 體驗藝術㗎？葡萄牙月圓劇團嘅寶寶貝多芬專為0至2歲嘅小 BB 精心設計，小 BB 喺貝多芬作品嘅陪伴下，感受光影變換、音符流轉，展開音樂啟蒙之旅。喺音樂嘅旅途上，我哋仲可以親歷孫悟空大戰牛魔王既刺激又精彩嘅場景。好犀利啊！係啊，澳門中樂團親子音樂劇場中樂魔法棒同大家走入《西遊記》，透過中國傳統樂器同無伴奏合唱，加上敲擊力量擊退牛魔王。喺暑假嘅尾聲，仲可以同爸爸媽媽一齊參與澳門演藝學院嘅親子合唱劇場，感受音樂嘅美好。想唔想經歷一個別開生面嘅夏日藝術體驗啊？想啊！今個暑假，我哋可以喺澳門文化中心宿營，參與樂趣無窮嘅互動工作坊，解鎖創意大門，全天候沉浸於藝術嘅魅力之中。今屆澳門國際兒童電影節網羅咗全世界各地熱門新作，更精選一系列由圖書、繪本等改編而成嘅電影。除此之外，更會走入社區，喺圖書館同埋博物館嘅地方，一齊探索電影嘅樂趣。仲有啊，兒童藝術節設有一系列工作坊，啟迪天馬行空嘅想象同創意，感受藝術帶俾我哋嘅無比樂趣。繽紛夏季，擁抱藝術美好時光。各場門票現正公開發售。